台中第一警察分局甲老旧的健身器材换掉，打造第一分局专属的健身房，互员警会当强化体能，轻松来面对着勤务当中所拄到的各种的状况。 为了提升员警的体力，台中市第一警分局整合民间的资源，伫警察局内底打造一个健身中心，让员警的战力原地生金。那另外我们还有按摩椅哈，就是说让我们同仁使用相关的一个健身器材之后，让我们的肌肉放松。启用新设施边还有教练的指导，内底真一项设备更加先进，嘛加加安全。然后让大家可以带起这个风气，然后可以做起运动，然后远离静态运动了。然后我觉得这样还蛮不错的。在这边有良好的体能，我们才可以有本钱去打击犯罪，那维持我们的交通顺畅。员警平常时的责任重大，健康的体魄成为坚强的后盾。大家做运动，战力生金。 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